中央公园的4号出口，他们两个两小无猜，手牵着手，再手拉着手。我带着器材走进广场，开始准备上班。此时中央不是舞台，6是右，7是左。我的顶灯，它在第1排；我的顶灯，它在第2排。中央公园的4号出口，他们两个两小无猜，手牵着手，再手拉着手。我带着器材走进广场，开始准备。可以帮我放2个定在舞台上面吗？拍下来。大师在北宫啊。我得上这个阴影啊，得上个吊灯啊，吊杆呢？可以喝饮料吗？先去打他妈2边啊！你去陪着他玻璃是红衣啦，这边舞台顶啊。我还看他妈所有声音。我现在在你看啊。你搞我话，他动作高呢。到底是抽烟还是哪？我先熄掉。便当到了。在怎么样？吃便当喽！不能吃便当，没有做好，通通不能吃便当。哎呦，第一排面灯还是没亮啊！